主后2025年12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真诚做代志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翰三书第1章第19、15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约翰三书。我长老写批予亲爱的加油，你是我真心所听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祝你万事亨通，嘛祝你身体健康，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勇壮。有几个信徒来甲我证实你对真理忠诚，事实你一直有在实行真理，我非常欢喜。听到讲我的囝儿有在实行真理，无一项比这搁较互我欢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忠实接待信徒，特别是出外人，因捌伫会众面前证实你的疼心，请你照上帝所欢喜的，帮助因继续因的旅程，因为因为着基督的缘故出外传道，拢无对未信者接受什么，所以咱有义务接待即款的人，互咱通为着真理诚做同工。我捌写批予教会，可惜爱要做教会领袖的狄特辉毋接纳我，所以我若去要讲起伊所做用歹话诽谤攻击阮的代志。毋若安尼，伊本身毋接待信徒，甚至阻挡愿意接待的人，搁甲因激出教会。亲爱的朋友，毋通学歹，着学好，做好的属上帝，做歹的毋捌看见上帝。众人拢称赞迪米德，真理本身嘛为着伊作证，阮嘛为着伊作证。你知阮的见证是真实。我还有真侪话爱写，毋过无爱用纸笔。我望无久会见着你，咱才当面来讲。愿你平安，你的朋友拢甲你请安，请替我甲咱的朋友一个一个请安。我现在牧养的教会并无富裕。当初长老因邀请我来时讲，基本上我想要催杀任何事工拢通，因也会尽力配合，但是必须伫经费允许的范围内。真侪伫小型教会牧养的牧者，拢会当感同身受。有时阵并毋是教会毋愿意推动事工，是资源有限的缘故。我会当理解这一点，因为安尼当时就答应邀请。来到教会了后，我和牧师娘改变心态，对伫想要推动的事工，预算会当简单编列一半，另外一半是采取募款。因为安尼，阮简单用一半的教会预算经费，推动各项事工。感谢主，几年落来，事工进行甲诚顺利。教会长职也拢尽力配合，并毋是当时讲的若定。确实，因是真诚在做代志。伫约翰三书的中间，作者约翰也赞扬伊诚心所听的朋友加油，特别祝福加油事事顺利，身躯勇健，拄亲像伊的灵性健全共款。是甚物原因，互约翰特别写批赞赏加油呢？因为约翰听见加油对真理忠诚，佮用真理做生活中心。为着安尼，约翰讲：我非常欢喜，
因为我发现你的囝儿中间有人尊叹爸的诫命实行真理。具体的事迹就是加油真诚得做代志，热心接待出外的青训信徒，互因会当继续专心传福音，免为生活所需要的操心。可惜的是，当初时教会中爱做领袖的长老头狄德辉无爱安尼做，搁指责接待的人，甚至讲约翰会歹话。因为安尼，约翰讲伊会亲自来揭发狄德辉所做的事。约翰期望信徒爱学好，毋通学歹，爱知影神是属于上帝，神毋是无见过上帝。约翰期望加油坚持落去，亲像众人拢称赞的底米德一样，继续行善做好，因为真理本身嘛为着伊作证，我嘛为着伊作证。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虽然众信徒来自无共款的背景，但是伫上帝厅内面却诚做兄弟姊妹。不过，就算有血缘的手足之间，拢会意见分歧，何况无血缘的教会兄弟姊妹要凝聚共识，并无容易。伫吹动事工的顶面，彼此若无共的想法，或者是想要做的代志无共款，教会领袖着安怎面对呢？虽然大多数的教会领袖袂得到亲像狄德辉遐尔恶劣，毋但家己毋做，搁阻止别人去做。但是当讲意见分歧的时，有甚物好的方法来解决呢？我个人智慧有限，并无完美的解答。但是当当时邀请我来的长老所讲的话，互我想起耶稣所讲的：无反对咱的，就是赞同咱。这检采是一个好方法。虽然咱未必支持对方的理念，但是至少会当做到无反对。检采伫资源稳富的情况下，任何愿意为主做的事工，拢通放手，互人做看卖咧。这就算可能会失败，迄也是一个学习。假使成功，所有同工也拢会通作为见证上帝的荣耀。默想，对教会事工的意见无共的时，我会期望别人一定支持我无？对教会事工的意见无共的时，我会期望别人一定爱支持我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赐予我搁较有包容的心，互我真诚帮赞其他兄弟姊妹，通好成全你对因的呼召甲使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